台中有一个太太到台南去佚佗，坐这个公车要落车，无入迄个落车铃啊，结果公车到站无停，这个太太是真无欢喜，开始来意念，讲因台中才袂安尼咧，讲台南就是安尼才无发展，啊，佮批评讲这个公车司机真大牌。这段影片伫网络顶引起着讨论，市长王伟摕嘛来回应，讲这个司机咧开车要注意路况呢。啊！要落车无二铃啊，煞来指责着司机，这实在是无道理。奇怪，我刚才在那边按的。我没有按下去，你按哪一颗？哎呦，你这个太难受。有人人敢若袂记得饲落车铃，过站了后，佮甲司机怨叹，讲后摆无爱来台南啊。我都站起来了，你也不会问我一下哦。我要注意路况，你觉得我要注意你吗？还是我要注意？好，下次不会来台南了，够了。台中不会这样，很夸张哎。怨叹司机真大牌，佮讲要甲投诉。你们的司机先生也是很大牌，我们在台中不敢。有人人讲，家己对台中第一摆来台南佚佗，拄到这种代志，上尾也佮讲。一个人来这边玩，竟然是叫对待。台南绝对不会发展，你也没有客人可以载。这段影片伫面册，互人分享，引起网友讨论，未少人替司机讲话。市长王伟摕嘛发文章讲，观光客落车袂记得饲铃，煞怪司机，互人真唔甘。他没有停，他就怪罪公交司机，而且不仅是骂了公交司机，还骂了台南市。我觉得其实这里我们是有点遗憾。针对这个事件，公司会对这个驾驶员请专人去慰劳他的辛劳，请民众要下车。提早按下车铃。客运业者回应，平常时拢会做好对司机的情绪管理，对这摆司机的反应嘛，予以奖励，嘛希望人客会当加体谅司机开车的辛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